誠經金句句句今日朝一句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上個禮拜五呢係呢個咩啊？端午節啊！你最中意食嘅粽係咩粽呢？廣東呢有呢個果蒸粽啦、鹹肉粽啦、綠豆粽啦，有啲係叫兩樣丫粽啊，或者叫咩蝦米香粽啊。咁你猜一下，靚仔牧師中意食咩粽呢？我中意食一種叫做情粽啊，叫做情粽啊，對老友記嘅情誼嘅情啊，情粽啊，因為我中意萬水千山總是情啊。總是情啊，就係情種咯，開玩笑啦，靚仔牧師其實係唔食粽噶，驚佢食咗之後呢，血糖會飆高噶啦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提摩太前書1章第5節，但命令嘅總歸就是愛，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同埋呢個無虧的良心、無為的信心生出來的。提摩太前書1章第5節，但命令嘅總歸就是愛，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同埋呢個無虧的良心、無為的信心生出來的。相信每一個國家嘅公共交通呢，無論係巴士啊或者地鐵呢，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啲位啊，係專門為咗有需要嘅人嚟設立㗎啦。新加坡呢叫做優先座位啦，或者愛心座位啦，但係呢唔係一定有一個法律嘅規條，你唔讓位就殺啦，你唔讓位就係犯法。有時中年人做工做咗成日嘅夜工呢，坐喺個優先座位嗰處瞓着咗，對方都係有需要嘅人啦，難道老人家就比較需要啲？咁呢啲中年返夜更嘅人就唔需要咩？以後新加坡2030年呢老年化嘅社會呢，4個人當中有一位係65歲以上的。到時候我就係其中一位啦。請問你啦，地鐵裏面係咪充滿咗老人家呢？請問地鐵上或者巴士上啲愛心座位夠唔夠呢？到時候大家係咪要攞出個登記嚟俾路啊？攞出個登記嚟喺邊個最老嘅可以有得坐啊？越老嘅老人家就比較可以有得坐，係咪咁啊？其實讓唔讓位係個人嘅選擇。社會點樣睇有需要嘅人？後生嘅人就冇需要咩？後生仔就冇需要咩？在地鐵上呢，就聽到一位老人家就輕輕嘅講一句話：我不期望年輕人讓位，只要唔跟老人家搶位就好啦。聽得懂嗎？呢句話，所以洋人有感觸，並不在於去傾嗰個叫讓座嘅課題，而係你睇下去期待去將佢嘅期待喺個老人家嘅期待呢，係降到一個地步，可以克制自己嘅程度。老友記越來越多老人嘅社會，讓位就唔係一定必然嘅，因為佢都唔係一個法律規條，係發出自己嘅內心、自己嘅良心。你話係咪？其實愛心係由你嘅內心發出嚟，咁就係真心嘅，唔係因為法律啦、規條啦，話你唔讓位犯法啦，咁你至發出愛心。正如母親節又好，父親節又好，唔係世界訂立
父親節、母親節，仔女就特別在呢個節日啊嗰日呢，就特別好關心、好孝順，請父母食飯，代表自己係愛心孝順嘅仔女。靚仔牧師相信老友記，你一定希望你嘅仔女時不時都會打電話問候你啦，係咪？平常時候啊，關心你、孝順你係更加重要㗎。得閒唔得閒都抽下啲時間同父母食個好簡單嘅早餐又好，晚餐又好，發出於內心嘅孝順啊，最緊要啦。正如啊廣府話話齋啊，生前陪我食碗粥，好過死後元寶蠟燭。生前陪我食碗粥，好過死後元寶蠟燭啊！你話係咪？老友記，愛心一定要發出於內心，內心有愛心，有愛心，你個內心就會滿足幸福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喎，拜拜啦！